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默想主嘅話，領受主嘅應許。今日嘅經文喺哥林多後書1章20節，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實在的，叫上帝因我們得榮耀。小故事講到，有一個寡婦好辛苦咁將佢獨生仔養大成人，出國留學，而且成家立業，而佢嘅媽媽卻仍然一個人過住孤苦伶仃嘅生活。佢嘅鄰居就話：你個仔唔係時時寄嘢返嚟俾你嘅咩？但係佢就話：係啊，佢時時係寄一啲花花碌碌嘅外國人照片俾我，我唔知嗰啲照片有咩用喎，所以都將佢貼喺我埲牆嗰度嚟到補窿補罅咯。個鄰居入到佢間屋裏邊一睇，佢牆壁上邊竟然全部都係美鈔嚟㗎。我哋嚟默想，喺默想裏邊思想自己成為神兒女，係咪已經得着而且享受神一切嘅應許呢？還是係你仍然勞苦受煩咁過住每一日呢？學習交託，並且相信神嘅應許必然會兌現嘅。今日嘅經文話：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實在的，叫上帝因我們得榮耀。我哋一同禱告啊！我哋喺天上嘅父親啊，你係何等嘅愛我哋，賜俾我哋好多寶貴嘅應許，一生享用不盡，仲有永生嘅生命。求主賜俾我哋智慧，能夠從聖經裏邊探索明白你嘅應許，成為我哋嘅力量同埋幫助，度過人生一切嘅經歷，做個有福嘅人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